过来，这两个县市生理嘛是有够凄惨。先来看南投的日月潭，以前是安尼滚滚滚，即摆是冷冷清清。春景农场嘛是共款，真前真受欢迎的高空步道，原本假日有3000多人，即摆剩400-500个人。啊边仔摊贩甚至一天哦，敢若卖2支的米肠，收60块。假日南投的春景农场高空步道人客有够少，较早真侪人，即摆拢无人伫排练。这里空气比较好，人潮也不会那么多。较早高空步道游客有够侪，即摆却是如此的冷清。翕相时唔免烦恼讲会去翕到人。200到300左右，一晚都到差不多到800到700。这样落差蛮大的。对，落差蛮大的。路边摊的生意嘛无好，干那一两组的人客尔。没有人啊，烤鸡也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你看，剩下一层而已，要怎么做？有时候也没有，做几百块。我曾经卖到60块啊，2条米肠啊。南投春景农场因为疫情影响，游客超够侪。县政府的统计，4月份到即卖游客差不多是5万多人。去年同期有11万多人，差一半较近。主要是这是新冠肺炎的一个影响，导致游客明显的一个下滑。另外一个南投出名的景点日月潭嘛是同款，街路拢无啥物游客，看到拢是当地生理人徛出来招人客。几乎都是这边的人比较多，真的鸟比人还多了。当地生理人讲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游客是愈来愈少，假日只剩200-300人。而嘛讲，这个疫情赶紧过去，也若无像咧，搁继续落去，恐惊会挡袂牢。